AI 大爆發，除咗NVIDIA、Intel 同埋 AMD 之外咧，仲有一個關鍵嘅元件咧，你就要知啦。AI 供不應求啦，最大嘅樽頸位啦，根本咧就唔係 GPU 啦。GPU 咧其實可以不斷加疊堆數量啦。例如 AI 如果要做訓練啦、做推理啊、大模型嘅運算咧，要處理海量嘅一個數據啦。運算儲存嘅關鍵咧就係記憶體啦。GPU 就算速度幾快，對於記憶體嘅頻寬同埋容量嘅需求咧就越嚟越誇張嘅。而家全球嘅記憶體產能咧嚴重不足，三星、SK 海力士啦、美光啊，所有嘅產能亦都被長期俾一啲嘅 AI 企業咧鎖定做長期大單，廠商又唔敢盲目咁樣擴產啦，所以令到個供求咧就失衡咗嘅狀態啦。至少延續至2028年。今日 Kevin 話俾你知，以前AI 行情咧炒 GPU 啦，接下來嗰幾年咧主要嘅賽道咧都係炒儲存嘅產業鏈。DRAM、Now、HBM 記憶體界面晶片、企業級嘅 SSD 硬碟，全部都係 AI 長期嘅剛需。算力係有上限嘅，但數據係無限嘅。AI 永遠缺嘅係儲存，呢個先係賽道真正嘅長波厚雪。想知更多港股、美股嘅分享，即刻訂閱再 WhatsApp 加入我嘅會員組群啦！最近全球金融市場最震撼嘅議題係莫過於中東地緣衝突引爆嘅能源震盪啊！油價大起大落啦。